Shalom，大家兄弟姐妹們，你看啊，安德到海，海都有水。我記得看你啲水，我想到天生擇日lang cái假日，切家里新教養到按多年電水佔到，係咪啊？按多年嘅水落個水落步，但係呢，因為水嘅先天，佢生下佢咁嚟嚇，落下水生下就咁進落自己唔卡到，水嘅嘅先天，佢生下嚟包圍啊自己，嗰條水嘅先天啊，佢連翻嚟啊，係咪嘅意思呢？生下嚟連翻嚟包圍自家水啊，我都係講兄弟姊妹聽，自家在沙肥裏喺度，生下自家嘅生活中要定到水樣，生下滿下嚟，生下連翻嚟，生下自家嘅要包圍到自家，冇辦法落水浸水。啊，makanya ngài còn兄弟姊妹啲，隆重上帝允許自家定咧嘅災難，都係要上帝嘅恩典，嚟去實每嘅啲，呀，阿沙自家見到看好嚟，自家得到嘅嘅好嘅恩典，好嘅義，係咪呢？因為自家看法係唔相同，係咪呢？就自家要樣嘅災難，所以啲沙肥你喺度，要問題要各樣嘅生死，要沾水生下嚟包圍自家樣。我係講兄弟妹，係講自家依靠上帝嘅人，自家得到上帝快樂嘅自家，因為上帝唔係讓自家一天嘅家同齊，阿查自家要問題，要生死，要各樣嘅苦衷，自家愛人班人啊，第一，自家嘅信心係增加強，信心增加強表示乜嘢呢？要自家要力量，但係自家要強嘅信心。要力量嚟講，自己能夠對付一切嘅沙肥類嘅問題，有水管下類嘅問題，自己能夠對付佢。但係呢，因為要阻隔自己同齊，要阻隔自己同齊，我相信一天嘅天地，自己係得勝嘅路。makanya自己三肥嚟喺度，提升我先家條講嘅頭，自己去認識自己錯自己嘅主，按照耶穌基督，自己認識到佢，自己信任到佢做嘅叫主，自己做嘅人。但是佢做嘅人啦，冇可能佢有自家，佢打得照顧自家，保住自家好好。哦，感謝主耶穌，聽咗個頭，我禱告，隆重自家得福，自家得到佢嘅恩典，自家相信佢做嘅救主，上帝嘅同在喺沙肥裏喺度，自家唔是少，唔是強，一天佢帶自家去得勝嘅路。所以耶穌基督嘅名，我感恩，我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